國家海關總署與香港海關一直積極推進兩地便利貨物清關嘅發展，攜手擴大雙方嘅跨境合作領域。2024年11月，兩地海關正式推出內地與香港貨物一單兩報嘅創新應用，實現貨物資料一致錄入、雙向共用帶嚟嘅便利。喺現時內地與香港貨運業務日益頻繁嘅環境中，好多貿易商每日都處理住林林總總嘅文件，為咗應付繁瑣嘅報關手續，貿易商不僅需要大量嘅人手同時間，仲要面對核對資料、避免出錯嘅壓力。喺一單兩報計劃下，內地企業只需一次申報錄入中國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相關貨物資料就會被加密及自動推送至香港道路貨物資料系統。香港企業確認後，即可完成辦理本地報關手續。數據必填項可由9項減少為0項。為全面推行內地與香港貨物一單兩報，國家海關總署已將貨物一單兩報配置於中國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嘅中央標準應用，可應用於所有內地單一窗口，同時將覆蓋範圍擴展至所有與內地相連嘅陸路口岸，方便業界使用。參加一單兩報嘅條件非常簡單，香港企業只需為香港道路貨物資料系統嘅登記用戶，並透過系統內申請一單兩報服務即可。另一方面，內地企業需於中國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登記成為用戶，同意使用一單兩報服務，便可參與計劃。香港華為喺參加咗一單兩報項目之後，充分感受到呢個項目為我哋帶嚟嘅便利。兩地海關打通咗關鍵貨物信息一次錄入、雙向共用嘅功能，優化咗貨物資料嘅申報流程，令我哋公司喺申報過程中可以減少人手輸入錯誤嘅風險，更快更準咁輸入貨物資料，大大提升工作效率同埋節省運作成本，充分體驗一單兩報為企業帶嚟嘅好處。響一單兩報系統研發嘅初期，基於兩地進出口申報數據嘅差異，兩地海關需要就系統對接進行技術性嘅研究，以確保貨物嘅申報資料內容準確無誤。全靠雙方嘅緊密合作，計劃先可以順利推行。香港海關會繼續聚焦兩地企業喺通關方面嘅痛點，進一步提升一單兩報所涵蓋嘅範圍，更好發揮跨境貨物數據共享共用嘅優勢，促進大灣區貿易便利化嘅發展。我哋歡迎所有內地與香港嘅企業把握良機，參加計劃。想知道更多詳情，請掃描呢個QR code或者瀏覽香港海關網頁。